说过喜欢年纪大一点的姐姐，姐姐系。没有，我们那时候是说都可以，对啊，只是姐姐的几率比较高。我觉得我都不好意思，我觉得一定是我经纪人偷偷跟他们讲，我很喜欢喝草莓系列的东西。对，就是我其实自己有点害羞，不想让大家知道我是喜欢喝那么少女类的东西。但是草莓跟蜂蜜是两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东西，对吧？就刚好都非常的少女，对。我觉得它有办法，它是一种浪漫。我现在特别要形容草莓跟蜂蜜还有薄荷是一种柔，就是做 R&B 的，就是很需要这种浪漫式的一些茶叶。所以对我来讲，我要很骄傲的说，我非常喜欢这几个口味。对。那最近就是因为拿下金曲嘛，那自己就是在感情的部分，是不是也有一些发展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吗？我觉得今天天气好像有点热。说过喜欢年纪大一点的姐姐，姐姐系。没有，我们那时候是说都可以，对啊，只是姐姐的几率比较高。好热，因为她本身就是。那你要脱掉，你赶快脱掉。原来 Q 的最后是这个，就是脱衣服。妈妈特别关心你吗？妈妈关心她胖了，吃汉堡吃太妈多。有没有看你上那个周刊，就是稍微帮你说，注意一下行踪这样子。没有，她妈妈每天都在跟我聊天。对，但我妈就是一个平常不管什么都在练。妈妈好像对她蛮夸奖的，妈妈有说她很乖，然后很棒。那是因为她妈妈很常，我们每一个朋友她都很喜欢，她都会夸奖。